近期咧呢啲原裝貨咧真係少之又少啦。聽出陽台嘅3房個戶型咧好受歡迎喎，特別係要樓齡比較新淨啲嘅，好多客咧都係願意去睇呢啲貨嘅。海悅灣3房可以望到海景嘅，仲要係高樓層25樓。嗱，講真嘅，好多客戶咧唔中意啲廳特別大嘅，因為搞衛生咧真係好頭痕。咁樣呢啲方廳咧就啱晒啦。品字房呢個係兒童房。客房嗱，呢啲光線真係冇得去挑剔同埋冇得講啦。主人房都係做埋一個落地嘅玻璃，有個超大嘅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呢度可以擺餐台位置，仲要送一個遊湖花園。入門口位置玄關。廚房咧就係7字形嘅灶台啦。廚房就唔大，就啱啱好，全屋全新未入住過嘅。呢間樓咧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，78平方，30零萬。如果感興趣嘅咧，唔該留言，拜拜。